再來看目前咱國內這刑事審判的庭事呢，受害者甲家屬是袂當親像被告有申請換這法官的權利，甚至嘛無通調這拍官聲的錄音，也是講錄影等等的資料等等。有這立委呢是提出修法，希望講司法呢，唔但得愛重視這被告的防禦權，嘛愛回應到被害者甲家屬對庭事證據的期待。害者發聲，還我被害權益，為被害者發聲。2014年，蘇督長退休老師命案的威脅，甲准年和食毒駕駛弄死的新北土城清水派出所所長劉宗興的老爸，以受害家屬的身份和民團立委召開記者會，親身說明受害者甲家屬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欠缺權益的保障。精神鑑定跟心理衡鑑，被告方就是殺人犯那一方，居然可以無限制的，只要他不滿意結果。他就會無限制申請，然後居然採信的剛才講的這樣的一個意願，提出這個人不排除將來有教化的可能。他沒有固定的席位，這是一個非常不尊重被害人的。第二點，被害人不是訴訟當事人，被害人在法庭上的權利等於零。為什麼？因為他只有在言詞辯論終結的時候，法官才會詢問被害人，你對量刑有什麼意見？民團甲受害者遺書指出，司法保障被告的防禦權甲人權，但是目前的制度卻甲被害人排除在訴訟當事人以外，致使受害人和家屬變做旁聽的角色。針對這個問題，有立委提案要修刑事訴訟法，讓被害人甲家屬在法庭有適當的席位，通提到訴訟資料，甲改善代理人制度等等。法官如果偏頗的話，是否能夠要求撤換？我想在這個部分，就是法官回避權的法官回避的申請權，還有取得訴訟資料的權利，也能夠讓被害者及被害者家屬有多餘可以參與的空間。民團和受害者魏小龍表示，希望透過修法，讓被害者和被害者家屬在訴訟過程，通有實際參與的權利，在合理的範圍內，通有表達意見，通得到必要的協助和制度的保障。記者盧尚如、鄭俊堯台北報道。